观众朋友，食饱未？老师平安，平安平安。真欢喜看到老师嗯转来吼。咱观嗯哼众朋友看到老师的后壁，听嗯，讲即个是啥物？这个花的刺比花较长哦。吼，虽然是作水的花，有哪足侪刺，叫嘿，做大是，刺皮，这上帝人犯罪以后甲大出来物件，本地无吼，一定人无的哦。嘿，对，因为今仔日我后壁即条河我毋捌去过，但是这哇，是幼嗯啥物幼发拉底河，对，太起心个，阿东捌看过了，哦，阿东写我两个人拢捌经过这条河。是听讲即个是夏东夏娃是毋是？那我嘿，伫世界头起先就有诶即条河哦，观众朋友有嗯人去过无？诶，咱诶梅秋来啊吼，你好你好。诶，今仔日咱要转去到即个老师讲即个啥物伊甸园要安怎讲？爱电行流爱出来的顿吼，水。嘿，为爱顿河流出来诶水哦，即阮搁咧流哦，嘿，所以到底是去倒位吼？为今仔日开始吼，老师会开始甲咱介绍为一位土河市转来吼，足济好算好诶代志吼。咦，诶，足济创世纪诶代志、圣经诶故事，拢总发生伫即个所在。是，伊咱看，伊提起先有四条呢，本来想讲，嗯课本内面拢写两条尔，对无？底格里斯嗯幼发拉底，嗯，咱来看圣经啊，圣经创世纪有写第二章8节，你家己看。哦，伊圣经内底有写讲耶和华上帝伫东方哦，嗯伫爱甸种一个园，将所做诶人下伫遐。哦，嗯，伊所做诶人就是阿东啊、夏娃啊，有无？啊，下是，伫伊所种诶园。啊，来创世纪2章第10节，爱甸有河流出来，啊，灌压迄个园。哦，迄个园仔有4条河灌压，对遐分开做4条，即4条诶名叫比顺，啊，一条叫做基混，啊，第3条个基底结，就是即摆啊叫做底格里斯河啦吼。啊，搁一嗯条叫碧兰河，碧兰河伫圣经一直出现，到启示录抑搁有咧讲即条河，哦，就是幼发拉底啊。哦，幼发拉底目前伊对土耳其流出来，啊，流入去大部分拢是伫伊拉克内面吼。是，诶，啊，所以对波斯湾流出。是，嗯，所以你若看即个吼，就是即嗯，两条河诶中间啦吼，啊，唱条河足重要啦，因为唱条河世界文明诶发展对遮开始有哦，嗯因为伊一条顶悬迄条叫做底格里斯河，下骹一条叫做幼发拉底，啊，两条河诶平原就是会冲击出来足肥诶土地，平坦足肥诶土地，会当种植，会当自然诶发草，互真生人食，所以变成足富裕诶所在。所以咱看见古早诶巴比伦啊、尼尼微啦，拢伫即个两河流域，咱叫做哦两条河诶流域啦。哦，所以拢伫即个附近啊吼。嗯。诶，但是圣经讲，逐个人拢咧要讲，这到底爱电行伫啥物所在？诶，啊海来，淀两伫东方，啊有4条河流出来，啊咱就开始找即两条还搁做咧流诶河。那咱海淀两一定是即两条河诶河边无毋对啦吼。虽然另外迄两条咱毋知影伫倒位，咱摇来摇去，不管你摇对啊毋对，拢袂要紧，总是咱知影伫两条河诶中，即两条河哦有经过诶所在就对啊。嗯，所以大部分拢认为在土耳其的南部，啊，库德斯坦就是库德族在大的所在啊。吼，是安尼，啊，所以遮佫有足侪名呢，叫才做有出些名，你看
迄个地图内底有迄个咖啡色的遐土地吼，遐就是叫做两河流域啦，因为有河边嘛，啊，伊直沿线到地中海的海边，迄拢足富裕的，拢有人徛起，啊，到埃及的尼罗河的迄款中基平原，你看遐咱规条，遐拢是较早人类上大生活点，所以有足侪名啦，个两河流域也是讲回沃月湾吼，足肥的月娘，像月娘安尼弯弯，像月湾就是月娘安尼弯弯迄个土地，你看即摆是毋是弯弯的土地？啊，佮有讲米索不达米亚，米索不达米亚是足侪历史的册拢安尼写。讲伫米索不达米亚啦，安怎发生什么代志？西元前几当安怎拢伫遮发生。其实你咧看遮的名，其实拢是即个所在啦。所以咱知影讲即个所在是遐尼重要。即个所在其实就是爱电能的所在。真奇怪哦！迄个虽然迄阵做迄个土地做好做水对吧？结果即阵做肥，即阵看起来那像啊怪怪吼。因为爱电能上帝有甲人赶出去，因为人类的始祖，人类爱听魔鬼的话，啊无爱听上帝的话啊，上帝就讲安尼，咱就离开啊，就出去啊，就离开爱电能，爱电能就变成土地就打去啊，就是变坎坷啊。咱过来读圣经，耶利米书6章16节，耶和华安尼讲。恁着徛伫路里看，查问旧的路，迄条好路伫倒落，就去行。安尼恁的心要得到安息。总是因讲，阮无要行迄条路，是讲咱无要行迄条路。咱爱查即段圣经来讲，你爱去查看古早爱电能伫倒位啦，会当安尼简单安尼讲。伊遐尼富裕，互你生活拢毋免烦恼。为什么后来爱流汗到饭人食？你着爱查看迄条路，即阵是安怎？你若找着，你着反省，爱倒转来上帝遮。但是恁讲恁无爱是咱讲咱无爱，讲耶稣的路阮无爱行，上帝的路阮无爱。魔鬼的路可能较好诶款。对，你看即文这变安尼啊，有人要去遐行吗？但是即个是洋案诶，老师，更是。洋案，只要你看迄洋案吼，虽然是安尼上帝是慈悲疼痛诶上帝，伊有哪留一条路啦。虽然伊无当，你看伊所食诶草拢差不多打去啊，伊食杂草有哪无要紧啊，有哪会肥落落啦。上帝养饲人哦，那共款你看拢，逐项拢坎坷啦，拢无愿望啊。毋过上帝有哪办法甲你饲活？对，这是听讲老师去遐，逐工会当食牛肉、羊肉诶，食做好。对哦，逐工拢是食羊肉，因拄去羊肉以外，那种无别项较俗。这上俗诶啦，上俗诶就是羊肉。啥物人要爱食羊肉诶？走去土耳其就对吼。你看即个羊足厉害，迄无啥物草，佫会当饲肥肥。因食诶草拢已经打去了，我看迄草有啦，但是迄叶已经打去，伊有安尼食迄个打诶草。所以耶稣有讲，约翰福音11章40节，耶稣甲伊讲：我兼无甲你讲，你若信，会当看见上帝诶荣光嘛。所以咱若信，就会当看见上帝诶荣光。上帝荣光伫倒落？你看，为什么羊会活甲遐尼肥肥？是什么人养饲？毋是人甲养饲，上帝甲养饲。伊用什么甲养饲？也毋是溪边青草，溪边诶青草拢毋是。伊坎坷诶土地诶草，阮会当甲养饲。阮迄个明辉讲，伊去
袂歹，你爱食羊肉对无？咱观众朋友，有人爱食羊肉，无毋对，就是去遐吼，上趣是安尼。来讲，对，咱拢是细汉诶时有读过即两条河啊吼，但是拢毋知影，原来今仔讲着圣经吼，才知影讲这是足重要。其实我细汉咧读册，我哪毋知啦。有时就讲回沃月湾，有时就讲美索不达米亚，我拢毋知影即两个位是伫倒位。我嘛毋知影两河流域，拢总毋知。西北地理。对对，来即本知影原来这是上帝共款一个位，共款一个位吼。伫即个所在徛起诶叫做亚述。即个亚述其实伊是对西元前的讲主前2600年就已经有啊。即个亚述拢一直会存在，一直到西元前的讲主后600几年的时，甲袂605啦，伊个国家甲亡去。伊亡国以后，亚述就无，但是亚述的人佫伫咧。所以咱若在讲亚述的历史其实是足长的啦。圣经有提出亚述有149届，有时是做地区的名，做人的名，做帝国的名，还是个偶像的名。亚述上介早是伫创世纪的已经记载，2章14节，伊遐记载讲第3条河名叫底格里斯河啦，即个用国记得的底格里斯就是西底节啦。然后伫亚述的东边，所以咱知影亚述就是条河的西边。咱对这来了解亚述的人跟叙利亚，叫做叙利亚的人。所以亚述的时阵国家已经无啊，无即个国家。毋过因的人有哪是认家己的祖先，就是拿阿的子孙，就是闪的囝啦。因为咱知影拿阿毋是有3个后生嘛，3个囝，3个闪、含、雅弗，伊是属闪后即个囝。亚述的文化顶认同家己是叙利亚的人啦，还是讲加勒底人啦，还是讲亚兰人，拢袂要紧啦。所以因遐的人是讲亚兰语的啦。亚兰语，因就是讲亚兰语。咱知影，其实圣经的内底记载足侪拢亚兰语，旧约圣经若是共款拢是用亚兰语写。耶稣有哪讲亚兰语？耶稣12个学生有哪拢讲亚兰语？对所以咱有当时看到圣经写迄足奇怪，毋知影这啥物诶有可能就是亚兰语会当去查看嘛安尼啊因为亚兰语会当拢伫即个所在做普遍，个流传规清东诶啦。伊含迄个希伯来话做成诶告诉希伯来是后来改良诶。就是讲，希伯来，咱知影讲，希伯来什么意思？希伯来意思就是讲，对河迄边来的人，本地是外邦人咧，讲阿伯拉罕。阿伯拉罕本地因兜伫乌尔嘛，乌尔伫倒位？乌尔有2个讲法，一个伫幼发拉底的水尾遐一个讲伫土耳其内底。但是两位拢袂要紧，看你安那去决定，毋是足重要啦。但是咱知影讲，伫即2条河的发源地，就是土耳其内底，较早有一个乌尔王国。伊毋知影乌尔是一个城市个是一个王国，所以伊就对遐出来。到荷兰，伊伫荷兰。目前这个所在，我慢慢会一项来讲荷兰目前是咧。甲涂骹内底诶物件挖出来，规个城市要甲挖出来。因伫挖考古啦，因考古诶人伫遐寥寥挖，毋敢大家骨，毋敢讲用如图记录，袂使安尼寥寥挖，因为你若挖着较早宝贵诶物件，
伊对涂骹出来时，恐惊有人会抢啊偷摕去所以土耳其有派军队伫遐固守，伊迄个考古的所在伫遐所以固守。这个牌仔就是甲人讲，这是你学的。就是讲，伊每一个考古的地点，伫遐开始学的所在，拢有一块牌啊。即个是伫荷兰我伫荷兰遐看翕的。顶悬插国旗遐就是遐伫因内底咧开始伫遐学，涂骹来学出来，慢慢学，用人工来学出来。安尼，所以即阵继续阁有你学遮个所在遮荷兰就是阿伯拉罕较早的祖厝伊住的所在，咱知影阿伯拉罕是对荷兰出来嘛，伊的母舅也是讲雅各。雅各毋是走去荷兰，伫遐因母舅拉班遐得舍，伫遐娶某伫遐娶某，有诶娶两个某。利亚甲拉吉的对遐娶出来。所以这是阿伯拉罕的故乡。阿伯拉罕故乡。咱以后一期分听讲啦，安尼一届讲袂了。今仔是一个概论尔吼，有兴趣的，爱继续介绍人朋友做伙来听。咱看迄个亚那拉山咱知影有一个山嘛古石就是讲，咱当时咧讲那就是讲迄只船停伫亚那拉山迄只船伊毋是三个囝嘛全世界有大水灭亡以后，干那一家人活咧有古石就是伊个囝一个啦古石生灵鹿灵鹿做世上英雄的起头。是。伊伫后海面前是一个英雄拍来，伊拍来意思就是讲伊足够相拍，毋惊拍动物，搁拍人，所以伊会建立足济城市。所以俗语讲亲像灵鹿伫后海面前是一个英雄拍来，一个足够相拍的人咱若讲到灵鹿，想到歹人对无？想到迄个。其实灵鹿迄个名意思就是讲反叛的意思，就是讲要反叛上帝的国啦。伊的意思就是一个反叛的人。伊的国的起头就是巴比。以利亚贾贾尼伫斯拿地斯拿地伫对斯拿地就是拄则咧讲的两河流域啦。咱知影有一个巴别塔嘛，对无？毋是就迄巴别塔人分别口音嘛。本地咱讲的话拢共款，我讲台湾话全世界拢台湾话讲美国话全世界拢美国话，安尼毋是真好。但是就是巴别塔的所在，上帝讲安尼毋好，安尼毋好，恁拢会激动，就要无听上帝的话，做歹代志，所以就甲分别口音，就讲你讲的话甲我讲的话无相，无相这是上帝的意思。所以咱若生活伫倒位，你就讲倒位的话，这是正确的。无一定讲你一定要去学习别人的话。所以活伫台湾就讲台湾话，这正确。活伫美国讲美国话，活伫英国讲英国话。你若要爱知，你就翻译就好活伫印度，你就讲印度话。上帝意思。叫咱的世界会当多元，就讲生活较趣味啦，较袂做歹代志所以拄则讲的四拿就是什么汉谟拉比法典？有人听过无？巴比安尼读册历史内底有啦，汉谟拉比法典就是巴比伦的王，叫做汉谟拉比。伊个时代是甲阿伯拉罕共迄个时代。所以听讲灵鹿去互伊个迄个孙对啦，咱亚述，咱拄则咧讲亚述，从创世纪就已经有即个国啊，亚述认定是那爱曾孙的干孙。
这我当就讲了啦吼。啊，你如果后壁来安尼顺啊，伊扫杀死啊。你如做个小巴对吧？啊，伊扫比较厉害，伊扫是啥？就是外国的阿哥啦，规身躯拢毛迄个啦，迄个有哪作用的，有哪拍拉的哦。对，伊本来就是做牛的人啊，吼，所以后来传说啊，这是传说，这袂当信哦，这毋是真的哦，这是传说讲哦，安尼都互人拍死以后，就去日头来太阳的顶悬，正做后壁伫太阳的内底，伊是巴力啦，后来巴力的神就对伊来啊。就是这安讲咱不管，这是一款传说。你伫圣经内面可能会看到做无啦，无即款咯。拜迄个什么巴力的上帝，拜巴力。圣巴经内底有讲巴力，这是偶像，是叫人毋通相信。是以色列人毋是逐个拢做爱拜巴力嘛？是啊，系啊，因着都爱。所以上帝一届搁一届受气，甲因灭掉。然后兴起别个国家甲伊消灭。是。所以这个耶稣嘛是伊兴起的吼，所以这个所在就是本来是做水的，富裕有水，佮有草啊，青草。即阵就是坎坷，你咧石头，袂输像拢有火烧过安尼啦。这咱像迄画，这是老师翕的无毋对啊吼，这毋是家己画的哦。因为迄石头的色地哦，足侪石头那像矿药，咱矿药迄土粉烧过，安尼一边乌一边红啊，火烧过安尼共款。我爱电两伫我的心啦，我伫遮的感觉。今仔日我要特别讲我的感觉啦。至于我足早以前，差不多我少年的时候，开始信耶稣。我就开始咧找爱电两啊，我就咧想讲迄是伫倒位咧，是生做即摆是搁生做安怎？我一直找到即摆，找几十档，找50-60档，即阵家己找啦，找就是无办法。去遐看着啊。所以我感觉爱电两是伫人的心中啦，因为爱电两是上帝甲人会当自由沟通的所在，有无？伊会当甲人随时找讲话，找伊开讲就对啊。人会当甲上帝开讲，要讲啥话拢会使。赶出以后就无效，上帝来离开人啊，无法度不时甲人伫咧。所以爱电两，若伫人的心中的时，就讲你若接受上帝伫你的心中，是毋是上帝搁进到你内面？是毋是爱电两搁倒转来？是讲你搁倒转去到爱电两咯，又回家啦，倒转去厝的感觉。上帝若甲咱伫咧，咱是毋是有倒转去厝的感觉？就是讲无一定爱飞遮远对无？老师飞几10点钟，来飞2工，才当去看到即个爱电园哦。其实每一个人的心中拢有一个上帝互你的爱电园吼，伫遐你会当看上帝有。伫遐有活水，因为耶稣讲有活水要赐互人，有生命树。相信伊的人就有活命，就有希望，就有疼。是，就有生命吼，有迄个会食啥物叫做食袂了的物件，啉袂了的水，活水哦。对，有活水，人活咧有希望，死去嘛有希望，因为你知影死去要去倒落，毋是要去魔鬼啊。有永远的水会当啉的，有人欣赏的无吼，就是一个所在当作安静的，有当时会感觉即个世界最近发生足侪代志对无？所以你若去你若逐工拍开新闻，就感觉讲即个是个做惊吓迄种，搁卖搁发生啥物代志啊？即条水当时会倒去，你敢知？当时会倒去。原理吗？圣经有写呢，圣经有写呢。圣经写，
叫做写讲即条水要搭去伫倒位写？伫 K46，K46，K46有写，比如讲第6个天使，伊会换倒入去迄个幼发拉底河，即条水就搭去为着要甲东方的王来陪伴着咯。迄阵世界的末日就来到，就是掌权的上帝要过来。是，有哦，最近你毋知影去找圣经？对，有人有兴趣吼，会当去看启示录吼，伫圣经上后尾你对第一本到尾啊本拢有即条溪水？对哦，为头到尾无变的吼，是即条水安尼，这厉害，这厉害！所以即本其实以前应该是足水的吼，有人会当想象一下无？即阵嘛是足水哦。即本足水，但是就是无草啊吼，无像安尼咱想的安尼吼，有草还是有迄个吼。所以祝福观众朋友吼，恁每一个人的厝内面拢有一个爱电园的水，永远流的安尼，就是会当逐工拢安那满足，对吧？接受耶稣，伊就要输，互你活水。耶稣亲嘴讲的，讲我要互你活水，对你的腹肚冲出来，一直流到永永远远。安尼真正足好诶吼，流出来毋是苦诶哦，拢是足水诶，好爽快诶吼，会当互人足快乐、喜乐诶水吼。嘛多谢咱诶观众朋友哦，甲咱搁一摆捧场吼，多谢老师吼去转来了后吼，赶紧吼，其实老师是拜4才转来对无？拜5赶紧甲即个相片吼。整理诶，后壁阁有足侪吼，拢还未整理出来吼，所以今仔日还无有影片，以后呢后一集可能就会通看到哦，因为老师讲资料伤侪安尼，来个慢慢啊讲好，安尼共款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台湾8:10泰国7:10后周2:10阁做伙看老师来讲故事，多谢朋友，多谢老师，大家平安，多谢平安，会去家己饲一个赞。有爱电园诶。